經省保護會台南分會主委宋俊明加向進1萬隻毒品快篩的看板，關乎台南市警局，由局長林國清代表收證，包括法務部地檢署長官攏參與見證。國內發生儕件毒駕傷亡事故，顯示第一線警力毒品檢驗量能不足，希望透過民間力量補足執法需求。這個試劑也是很貴哈，所以據我所知，我們第一線的員警呢，就是怎麼講，就是省吃儉用了哈，就是沒有到非常很確定的話，就才使用這個試劑。那我認為說，這個我們要給馬兒跑藥，又不讓馬兒吃草也不行。新型毒品喪屍煙彈，也就是依托米子，食落了後容易造成精神無注意。政府已經在今年6月份來做第一期毒品管制，佮加上社會各界無關毒品快篩試劑，將有效幫助警方提升第一線查緝效率，量早拿走毒駕上路，降低交通事故發生風險。當然，行政院也多撥了很多的預算要來解決這個試劑的問題，但是預算還是要經過這個立法院的這個程序。那民間的捐贈是最快了，能夠彌補在基層員警在查緝這個量能的不足。我們會善用這一批的一個毒品唾液的一個快篩呢，我們會嚴格來執法，嚴格來執法，來查緝毒駕跟毒品來阻絕。透過政府甲民間做伙合作，強化毒品查緝甲毒駕防治，希望對源頭防治毒品危害，共同守護民眾生命安全，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環境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